相信好多朋友咧都會同我一樣啊，咁上下年紀咧對眼就開始有微言嘅啦。例如睇嘢就開始蒙蒙地啦，呢個時候就會擔心對眼係咪已經開始退化呢？嚟到香港眼科醫療中心，最欣賞嘅咧就係佢哋嘅專業眼科團隊嘅細心，每一步都會解釋俾你聽，而家做緊乜，結果係代表乜，令到你好清楚自己嘅眼睛狀況，安心好多啊！檢查之後，醫生話俾我知，原來我有初期白內障，就唔使做手術住啦。但係我都要定期檢查，check 住自己嘅眼睛狀況㗎。香港眼科醫療中心係一站式嘅眼科醫療中心，喺香港咧已經有28年嘅眼科經驗，由專業眼科團隊處理。咁矯視個案咧已經累積過12萬宗咁多啦。咁所以處理唔同嘅眼科問題咧係好有經驗㗎。如果大家係關心自己同埋家人嘅眼睛健康，想有一個專業又實事求是嘅眼科中心，咁我就誠意推薦大家嚟到香港眼科醫療中心做一個全面嘅眼科檢查，了解晒清楚，咁就放心啦。